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6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新闻，这是上证报报道说，根据中指研究院6月1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1月至5月全国法拍市场成交整体回升，全国355个城市累计挂拍房源39.5万套，同比上涨19.6%，成交8.4万套，同比增长26.6%。从监测数据看，住宅仍是法拍市场交易主力，商业、工业厂房等物业交易各有分化。与此同时，不同城市的市场表现差异显著，核心城市房源流动性更强。这是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数字啊。那么也就是1到5月全国法拍房，第一个是挂牌增长了19.6%，第二个成交增长26.6%。这说明什么？大家记住了，这是法拍，这是强制拍卖啊。每一套法拍房后面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都有一个倒霉蛋，都有一个各种原因导致的资金链断裂、断供、断贷。而这个数字在以2位数的20%的速度在增长，大家自己去想。我在想，如果这个人他有工作，这个人他手上有钱，他不至于房子被法院拍卖。总之，法拍房高速增长，这不是什么好现象，总不能说这是好事，大家自己去想。具体到北京中指研究院，它公布1到5月北京法拍住宅平均清仓率54.8%，通州、东城、朝阳、房山等排在市内成交前几名，清仓率超60%。通州法拍住宅房源交易截止挂拍153套，成交102套，清仓率66.7%，也就2/3都能成交，位列全市第一。东城前5个月新上55套法拍住宅房源，交易截止累计拍品67套，成交法拍住宅房源。1到5月，北京法拍住宅平均成交折价率75%，就是75折。其中一拍成交法拍住宅房源平均成交折价率为81%。同时，他又公布，这都是中指研究院的数据。这个全国来看，各类法拍房源成交均价5174元每平米，同比增长0.5%，平均成交折价率为73.2%。在住宅类法拍房方面，2026年1到5月，法拍住宅挂拍房源数量17.2万套，同比增加13.8%。这就是住宅了，牛马韭菜买的房子。成交拍品5.9万套，同比增加36.5%，成交总金额651亿元，同比增加12.6%。具体到5月份住宅法拍房源累计新上拍品3.3万套，挂拍拍品数量5.4万套，房源累计拍次共5.9万次，最终成交拍品数量1.4万套，同比增加59%。什么概念？这个法拍房这个在暴涨，成交量也在暴涨，说明又有多少人买了房之后，房子被拍卖了，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只能这么说。这是中指研究院的数字，按能级来说，就是一线城市、2线城市、3线城市。中指研究院说2026年1到5月，一线城市法拍住宅房源成交4776套，成交总金额186亿元，成交均价32992元每平米。从监测数据来看，1到5月全国法拍房市场交易呈现回升态势，法拍市场整体供应持续走高，挂牌房源同比明显增长，成交规模同步扩容。韭菜牛马辛辛苦苦勒紧裤腰带是吧？清空6个钱包买了一套房，现在这房子被拍卖了，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我们再看个新闻，这个有点八卦了。有网友贴了一个截图，说田朴珺发了一个微博，他的微博内容是这样的，说一个安分隐忍之人，往往是积攒了万般无奈，才会选择站出来表达自身诉求。这个给人感觉怪怪的。为什么聊这个呢？而且这有点八卦，是因为田朴珺他是背后又牵扯到王石，
而我背后又牵扯到万科，所以人们好事者喜欢通过田朴珺跟王石之间的互动来看出这对叫老夫少妻是吧？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来反映出这个王石当下是什么状态，而王石的当下状态又跟万科密切相关，就这个意思啊。那么田朴珺突然发这种微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预感好像要出事，但是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大家肯定就对吧？不约而同就会想到，是不是王石出事了？又要跟王石做切割了，又要财产分离，叫什么隔离？王石是不是又接受调查了？王石接受调查呢，是不是万科这火又烧大了？所以大家就会这么想，也就是背后总之万科恐怕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就这么一个状态。那既然是八卦，咱们接着吃。说陈伟霆连卖香港2套房，这次晚上也是，反正跟房地产有关。陈伟霆把他在香港的2套房卖掉了，一套赚了，一套赔了，2套房加一起不赚不赔也不容易。这个我看网上有文章说，这个陈伟霆卖2套房产，一亏一赚，恰好勾勒出香港楼市近几年的起伏走势。一套2015年2650万入手，如今2628万出手，小幅亏损22万。这是也就是说，陈伟霆2015年买的这套房子，那他现在卖微亏，11年以后卖亏了22万，这个不算手续费。另一套是2011年230万购入，这个买的早，所以现在卖305万，赚了75万。香港的楼市大家也知道，前几年下滑的也比较多，最多的时候跌了30%左右，跌幅也不少。2025年开始，受政策刺激和降息预期影响，市场止跌回稳，较最低点回升了约5%到8%，也就反弹，弹回来5%到8%，算是涨回来一点。那这一次陈伟霆把2套房一卖，也能看出香港的楼市离全面复苏依然还有点路啊。那更有媒体报道说，香港5月内地买家购房204亿港元创新高。5月份美联物业数据说，5月内地买家在香港一二手住宅注册量1863宗，涉资204亿港元，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突破200亿港元，创2年新高。前5个月，就2026年1月到5月，内地买家注册量及金额分别是7666宗，这个822亿港元，同比跟去年比增长多少呢？一个是增长64%，一个是增长96%，也就是给人感觉香港楼市现在企稳回升，好像内地的资金、内地的购房客起了主要作用。关于买房还是租房，我们再看每日经济新闻，它昨天有篇报道，是根据2026年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显示，说每日经济新闻他说30岁以上租客占比首破50%。什么意思呢？以往租房的年纪越大，租房的时间越少，因为租房的都是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北漂、深漂、各种漂，他们到那个地方刚毕业在找工作，他不可能买房，他租房。而30岁以上的大部分都买了房，不管你在哪儿上班，一般稍微稳定一下，很多人就买房了。所以说往年租客都是年轻化，现在租客年纪越来越大，并且近40%租客表示暂不考虑买房，也就是40%的人没有买房的意思，接着租。这个蓝皮书显示说，约80%租客接受5年至6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租房居住，也就是80%的租客5年6年之内没有买房的意思。40%的租客表示暂不考虑买房，就是买房他都不考虑。租客人群结构由年轻人为主，走向多元化、熟龄化、家庭型租赁趋势显著。2025年机构化房源客群中，30岁以上租客占比首破50%。在居住成员构成上，如伴侣、孩子、父母等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租客占比超70%，远超个人独居或如同事、朋友合租群体。实际上这个也就说明了问题，说明当下一边是所谓的楼市小阳春，什么上海又是同比又涨了，但一边你看你调查租房市场，你就发现了
租房市场，因为他没有房子，他租着住，那这些人是潜在的购房者，对吧？他们是刚需啊，一家老小3、4口住一起租房，他们更需要买房。但是这些人里面，也80%人近5、6年不考虑买房，40%人他就不买房。那你想想，也就是根据这个2020年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选择租房，认为租房也没什么。这个就是大家对购房观念的一个转变或者一个变化。人的观念一变，这个市场它多少就要发生变化。10几年前，大家想都不想，是吧？勒紧裤带买房，你不上车，你不买房，就像现在的韩国那些韩国人一样。韩国人现在他不买股票，他就有焦虑感，因为周边人都买，都涨了，而且翻倍，是吧？你不买，那就相当于大家都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大家都往前走了一步，你没走，那就相当于你退步了一步。所以韩国人非常焦虑啊，他们小孩一出生就给他开户，就给他贷款买股票。10几年前，我们牛马，我们韭菜也一样，玩命的买房。那时候坚信房子是不会跌的，房子永远涨，没听说过房子还会跌，也不敢想象，也不相信房子会跌。10几年前那是最火的时候，大家借钱搜肠刮肚，是吧？七大姑八大姨借钱付首付，想办法去开假证明，证明自己这个月收入多少，是吧？去企业，你有收入证明，你才能去贷款。大家拼命的上车，生怕被时代被社会给落下了。但是现在你看反过来了，是吧？你看现在大家已经接受了租房，没打算买。今天人物周刊刊登一篇文章，这是6月12号，它的标题叫我的小区物业跑路了。这些文章都是媒体报道的，我们只是介绍为什么物业会跑路。这个也部分的反映楼市的一些情况。撤离，他说总共480块钱，170户平摊，每户不到3块钱，这钱究竟有多难收？一共收480块钱，而且是170户平摊，这居然这钱都收不起来。在福建南平一处物业撤离之后的小区，电梯的按键面板坏了，换个新的需要480元。过去电梯由物业维护，如今他们撤离，业主只能自己想办法维修。业主刘敏说，直到真正开始在小区收费，才知道收费有多难。在楼栋微信群里发起维修款接龙中，最终只有40个人交了钱。电梯不能不做，为了尽快恢复运转，刘敏说是群里一位热心大姐出面牵头，让这40个人每人先交10块钱，凑够物业费，先把电梯修了。至于多垫付的钱，该怎么找剩下的130户要回来，没人知道。隔壁2单元更麻烦，电梯需要换大件，总价6270元，每户需均摊36元左右。刘明还围观了另一个楼栋的交费情况，说像这样电梯问题不仅常是物业与业主矛盾的焦点，也是许多遭遇物业撤离的小区业主首当其冲面对的痛点。在1500公里外重庆一个小区里，一部坏了快半年的电梯成了物业与业主较量的关键。这个小区有2500户，交房10年，小区账上还有2600多万元的房屋维修基金。由于电梯损坏，需要动用这笔钱，但小区里的几位临时业主代表在群里告诉2栋的业主坚决不签字，给出的理由是电梯根本没坏，是物业做了手脚，想套取咱们的钱。小区主任业主王涛说，最终没有人签字，所以房屋维修基金无法调用。作为受影响的业主之一，王涛爬了半年的楼梯，而在这种长期积怨下，物业也进入了撤离倒计时。在四川，在一个旧物业刚刚搬走的改善型小区，业主正盼着新物业进驻。这是一个容积率仅 1.5， 总共只有400多户的低密度洋房小区，物业费过去每平米3块5，风声一出，立刻吸引了万科保利、融创、华润等20多家知名物业前来踩盘。这是个高档小区，容积率只有 1.5 嘛，而且物业费还出到3块5一平米，那
这还是可以的。所以很多大的物业公司就跑来了，兴冲冲的。业主宋兰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挨个带着这些大公司的人在小区里参观，但在带看过程中，他发现这些大物业的经理们最关心的并不是绿化水平或安保门禁，他们最关注的同样也是电梯。我们小区电梯很多，配备了93部电梯，有的楼栋甚至一梯一户。在社区办公室里，他听到过来踩盘的物业公司的人谈话，他们说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即便我们小区入住率不足30%，但每个月硬性基础维保费也要200多元，93部电梯每年光维护就要20多万元。结果踩盘的20多家物业公司没有一家前来竞标，哪怕其中已经有8家物业公司拿走了标书，到了开标那一天，只来了一家没听说过的小微物业公司，也就是保利、万科这些大的物业公司，人家就不来。为什么？明显不赚钱，因为你这入住率只有30%，后来还93部电梯要维护。物业现在也惊了，人家算账，一算账不赚钱，还跑来干啥呢？无论是南平凑不齐480块钱，还是重庆难以调用的房屋维修基金，亦或是吓退了20多家物业的93部电梯维保账单，电梯的停摆如困局，只是一个物业撤离事件中的切面。除了电梯，物业撤离的小区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要面对，比如在南平，这个小区失去了统一的管理机构后，直接分裂成了16个微信群。一个小区开始割据，本来也一个物业统一还好点，现在物业一走了，这个小区业主分成16个微信群，对应着16栋楼，大家各自为政，所有人回到了各扫门前雪的状态。那你这个楼对不对？那楼和楼之间，那小区里面的公共的那些设施，那肯定没人管了，对不对？无人问津了。现在大家只能管自己那一栋楼了，那就能保证电梯运行，保证电不要黑漆麻乌的。刘明家住4楼，他奶奶现在每天早晚2次拿着扫把和拖把去清扫自家电梯门口的1亩3分地，原本的公共区域则成了真空地带。1楼的业主开始每天拍摄楼上扔进绿化带的垃圾，直接在群里开骂。小区物业撤离往往与物业费有关。刚搬进这个小区的前1-2年，刘明曾是那个最按时交钱的人，每个月准时缴纳680块物业费。但随后他遇到的物业纠纷越来越多，一个月680还不少呢。我的印象，那你一年得8000块，那他物业还挺高档的。最先是晒在阳台外的衣服，有一天母亲在4楼收衣服，发现衣服全湿了，起初以为是楼下洒水，后来连续发生了2-3次，才发现是楼上有人往下泼水，连同6楼的邻居也未能幸免。他去找物业查监控，物业经理回复说查不到是哪一层，上门道了个歉，事情就不了了之。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但小区始终没有安装向上的监控探头。接着是危险的滑梯，小区里有一个2米多高的塑料儿童滑梯，幼儿园的女儿很喜欢玩，但滑梯顶端1米多高的2侧挡板早就缺失了，如果不小心推搡，孩子很容易从上面直接摔下来。每次女儿去玩，她只能紧张地跟在后面，随时喊 no， 她就跟物业反映，得到的回复是物业费收不到，没钱维修。再后来，1楼住户把客厅改成商铺，租给别人卖猪肉，每天清晨5点，楼下准时传来咣咣的剁肉声。元宵节，小区物业在楼下办活动，作为业主，他和妹妹想去凑个热闹，却被工作人员挡在门外，理由是没有提前预约的业主不能进。当越来越多的业主因为这些问题停止交费时，刘明也跟着摆烂了。我觉得自己终于不用再当冤大头了。最荒诞的事情莫过于曾经当了2年物业经理的他，一边不交物业费，一边觉得物业也不好干。刘明自己曾经还是物业经理，现在是业主，那他两边他都理解。他作为业主，他拒交物业费；作为物业经理，他也觉得物业挺难的。刘明之前服务的一个收费标准为每平米3.8块的项目，为了对得起这份物业费，他觉得自己几乎做到了服务的极致。
2楼有一处1、2平的天井，因为楼上经常高空抛物，堆满了垃圾，夏天一到就散发着腐臭。为了清理这个死角，他就想办法去清扫，但这依然换不来缴费率的提高。在他的记忆里，主动且积极交物业费的人只占30%到40%，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为了图省事的二房东，剩下的60%、70%都要靠我去催。为了搞清楚大家为什么不交钱，做事心细的他给自己建了一个台站，把管辖的100多户业主不交钱的理由挨个记下来。有人是因为早年政府出资在外立面改造打孔，导致家里瓷砖出了裂缝，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无法解决，业主就认定是物业的责任，拒交物业费。还有的不交费来自这种观念冲突，一些人买房搬进城里，没有物业费这个概念，也就是乡下进城的。我在家住房子没听说给人交钱，我自己买的房子还给你交钱。还有人说，我买房子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你又没有帮我搞房间内的卫生，为什么你要把我房产证上面积包括公摊算进去收钱？刘明说他经常面对这样的质问，除此之外他也不好解释为什么公摊区域也要交物业费。这些死结最终都化作了管家头上的 KPI。 在我当时的物业公司，缴费率如果不达标，我只能拿到3000多块的底薪，就是这物业的人你收费收不上来，那你只能拿底薪。每到季度的缴费期，就是他最煎熬的时候，为了催缴，他要加班到夜里12点，挨个打电话发微信上门敲门，有人接起电话说句会交就直接挂断，有人直接来前台指着鼻子骂他。还有一对常年不交费的老夫妻，他作为新管家只能经常上门陪他们聊天，听他们诉苦。老夫妻最后看在他的面子上才勉强交了半年的钱。后来刘明实在受不了这种委屈，辞职了。走的时候，他把那本详细记录着100多户未交费原因的台账留给了下一任。这种物业费的困境在重庆那个2500户的小区里体现得更加激烈。王涛说，当时几位带头人暗示小区里的业主，只要把现在的物业赶走，换了新物业，以前拖欠的物业费就一笔勾销，现在谁交钱谁就是冤大头。最后只有400多户交了物业费，缴费率跌破了20%。那你说这个消息，我现在交了，我白交了，对不对？我要不交，我要赖掉了，对不对？等到新的物业来，新官不理旧账，那以前的事情就一风吹了，那我当然不交了，对不对？我还交干啥？这么傻？还有一些小区收不上物业费，这与前些年的房地产投资热潮相关。那个吓退了20家大品牌物业的四川低密度小区里，大部分业主买房其实并未居住，小区目前的入住率不足30%，绝大部分房子都是人们在2020年到2021年楼市狂热期高位买入的毛坯房。当时买房不在乎物业费，觉得房子在升值。现在情况彻底不一样了，每个月的房贷和物业费都是负担。你说这些炒房的他也不住，对不对？你让他交物业费，他房子都没装修，你让他交物业费，他能交吗？他肯定不交。所以说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本来交的得不到良好服务，人家也不交了，那物业更惨，更收不起来。这里拖欠物业费甚至变成了一种猫鼠游戏。有人在业主群里传授经验，等物业去法院告我一次就去交清，交完撤诉了我继续欠，他有本事就一直去告。那人物周刊说自救，它里面很多，我们简单介绍。物业撤离之后，业主们通常会开始自救，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依靠业主委员会。刘敏说，经过漫长筹备，今年3月小区终于选出了业委会。业主们以为迎来了转机，但这场自救只活了不到1个月。业委会刚一上任，就着手为小区寻找新的物业公司，但很快一些业主在竞标环节发现了猫腻，业委会找来接盘的竟然是一家连资质都存疑的皮包公司。最后成立不到1个月的业委会集体辞职收场，赶走了旧物业，又亲手推翻了业委会，这才有了小区的管理真空。即便新旧物业实现了顺利交接，小区也不一定变得更好。
那个吓退了20家大物业的改善房小区，宋兰发现这场所谓的自治胜利同样暴露出不同的人性底色。一些人极度反对上一家物业，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公共利益。宋兰发现小区里公共事务的活跃分子有一些其实夹杂着个人利益，比如有人在小区附近的商业街做小生意，曾因为一点纠纷被原物业的工作人员干预过，怀恨在心，便借着大家想降物业费的心理，让大家抵制物业。还有一位业主则趁着新老物业交替的混乱期，直接把公共绿化带里的花草刨掉，圈出一块地，种上了自己家的菜。新的小微物业终如进场接盘后，宋兰说，一些对上一家物业挑刺的业主依旧对这一家物业不满，好像物业怎么换，他们还是老样子。收场，如今刘敏所在的小区正维持着一种最低限度的运转，绿化带和外墙维护早就没人管了。外墙如果没人管，其实挺危险的。如果外墙出现剥离，出现那种风化，挂的砖挂不住，风一吹掉下来会那个隐患非常大呀。但这些已经没人管了，唯一还在勉强维系的是保洁和安保。保洁阿姨现在只负责收垃圾，不再像以前那样拖洗公共区域的地面。至于安保，原本小区每个岗位都有人值守，现在全撤了，只留下大门人行出口处唯一的一名保安。在过去10几年里，房地产曾是庞大的和沸腾的叙事。刘敏所在的小区建成于2016年前后，那正是行业高歌猛进的年代。他当年选择的在这里买下2手房，看中的也正是他国企单位盖的房子，绿化好，物业有资质。现在宏大的潮水退去，痛点正在转向。在那些原本保持中立的业主群里，不少人已经开始盘算着赶紧把房子卖掉。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只能说努力过了，最后变成什么样确实没办法。而那个吓退了20家大公司的改善型小区里，新来的小微物业进场还不满1年，小区里下楼锻炼的老人们就已经在闲聊中聊到，现在这个新物业也快不行了，物业费还是收不上来，也在商量着撤退。对此，宋兰开始感到担忧。他在手机上刷到，在重庆的中央公园附近有一个小区因为物业撤场出现了管理断档，一夜之间垃圾成堆，保安消失。他害怕自己的小区甚至连下一个接盘者都等不到，就这样慢慢烂掉。很少有人知道，说这个保安之所以独自坚守在这里，是因为那个已经撤走的物业公司还欠着他一笔工资没发。公司告诉他，这笔钱要等下一任接管的物业公司补上。为了拿回自己的欠薪，他选择继续站好这班岗。连最后那一名保安是因为欠薪，没人给他发钱，他只好守这个保安亭，等着下一任物业来，谁给他发钱，把欠的钱发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好了，这是人沃周刊他的一篇报道。实际上在恒大暴雷以后，咱们就说过物业费、物业这个事，5年前都在预料之中，这个也跟咱们的经济走势密切相关。但是最近这1年是吧，这半年，从2026年开年以来，关于物业费的探讨就越来越多啊。是九江是吧，还有南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公开呼吁党员、公务员带头交物业费。为此，还有胡一静老师，很多人写文章批评。不管怎么说，物业费居然就这么走到了大家的面前。这个以前很少有人谈的，现在物业费变成了个问题。为什么？实际上以我的经验，因为我对北京其他地方不了解，物业费这块，我记得通州的物业费其实没那么贵，不算暖气费，大概100多平，也就是2000多块钱1年，100多平。当然市里面肯定贵一点，这个我不知道，但是通州好像就这水平。那我想全国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吧，你除非是高档楼盘贵一点，那就是2000多块钱都成为问题了。反映着什么情况？大家一定要想，你什么原因导致不重要，反正总之现在已经物业费成了个问题，大家越来越关注，越来越讨论。什么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就大家收入在下降。那我们可以预见，这么下去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小区，就像这个人物里面介绍的，又是四川的，又是福建南平的这种情况，那这些小区最后它会怎么样？不就变成类似于贫民窟吗？垃圾没人管，也没有保安，公共绿化没人管，天井里面垃圾乱扔，人楼上往楼下就乱扔垃圾，
你想这个小区它能好得了吗？小区实际上它就是恶性循环，小区越这样，那你这小区就是二手房，你能卖上价格吗？人家敢来买吗？所以这个小区是不是越来越差？那只有人会卖房子走，说我惹不起我搬走，我把房子卖掉，便宜卖。大家都争相离开，这是互害的社会，是不是？这个小区大家互害，人都只想往外跑，没有人往里跑，那它的房价肯定下跌。不用说了，越跌大家越自暴自弃，那个小区最后就是贫民窟。我想未来肯定很多城市有这样的小区出现，越来越多，遭到大家用脚投票，怎么办？所以给我们牛马韭菜又出了一个难题啊！如果你买房，你一定要看看这个小区物业怎么样，能不能扛得下去，你这小区里面的人收入怎么样，别到时候你一住进来，物业撤了，你买的房子就要贬值，你那地方甚至要变成一个贫民窟都有可能。所以买房还得考察这一方面，否则你要后悔啊。这第一个。所以说你看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盖高楼，就那个住宅高楼60层50层的，太吓人了。那你说50层60层电梯如果没人管，那你还怎么弄？想想都害怕。所以我们买房你得买高层，你还得小心一点，是吧？你得权衡，你不像5、6层好歹累一累爬一爬，是吧？或者7、8层的，那你说要30层40层的你怎么爬？这都是买房要注意的。那租房那就好得多，是不是？我租这小区如果不行太差，那我就走呗，拿脚投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也会越来越多人不愿意买房，而是租房。租房如果不幸租到这样的小区，那我忍不了我就搬走。如果物业在这干不下去，上一个物业干不下去，我可以肯定下一个物业他也干不下去。物业干不下去，人家谁无利不起早，不赚钱谁在这干？所以说未来很多城市小区恐怕这个跟我们想象中的家相去甚远，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